女人院外口有一个上快的所在，叫什么院？各位还在有没有印象？亚洲底下边的那个院，虾米会没有印象？最大的一个类似广场，遐尼大的范围叫什么院？对啊，我们事情讲啊，外邦人院。看到这，你会不会觉得奇怪？为什么以色列人看不起外邦人，然后在他的圣殿要设置一个院叫外邦人院？不觉得奇怪吗？就说以色列人看不起外邦人哦，他们是猪，他们是狗，他们是地狱的柴火。可是以色列的圣殿居然有一个院叫做外邦人院，为什么？不会觉得奇怪吗？我们台湾人如果在美国盖一个台湾人院，外面会放一个中国院吗？会不会啦？不会吧？为什么以色列人自己的圣殿，看你神圣的所在，它一层一层分出去，最外一层叫做外邦人院？为什么？你们猜外邦人会不会去以色列人院？外邦人会不会想要去以色列的圣殿？不会啦！外邦人被以色列人看不起，他们也看不起犹太人呐。他们干嘛要去犹太人的圣殿？犹太人也不欢迎啊。可是为什么有一个院叫做外邦人院？因为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他们已经加入犹太教，可是不行割礼，他们不行割礼，他们拒绝行割礼，可是他们信上帝。读上帝的话，遵守上帝的规定，所以像使徒行传下来，百夫长哥尼流和意大利百夫长，这些人都是敬虔人，就是外邦人已经信犹太教，唔过未当入去圣殿，因为无惊割礼，所以他们每次来敬拜上帝，都只能在哪里？外邦人院，那个表示人数很多。才会多到那个地图看起来外邦人院那么宽那么大。可以看这犹太教不传教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信犹太教？因为他们的好行为啊。如果回去看那历史的记载，在那个时代，两个宗教很特别，他们的道德品格，他们的互相照顾是很非常的。凸显的一个就是犹太教，一个就是伊斯兰教。伊斯兰跟犹太教这两个，比起那个时代很多的多神教，这两个教是非常突出的。所以有多人要加入犹太教，不过不爱惊割礼，他们一辈子都不可以进圣殿，一辈子的犹太教都是什么？外围分子。好，现在插出去讲一件事情。有一个人呢，跟他们讲说：你们信上帝，信耶稣基督，不用行割礼，你们可以成为正式的跟随者。那个人是谁讲的？谁跟这些人讲？谁跟这些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讲说：你们可以不用行割礼？也可以成为耶稣的跟随者。上敢一讲哎，保罗跟这一群信犹太教的外邦人讲说：你们不必行割礼，你们如果转到基督教，你们可以成为正式的基督徒。所以一大堆所谓的敬虔人，比犹太人的数目还多的。转成基督徒，比初代教会变成基督徒最多的就是这个，就是所谓的敬虔人，就是无惊割礼的信犹太教的外邦人。回头再来讲，各位听这，咱真做 2.0 的上帝国的百姓，其实唔免世界爬照，然后想要跟人家讲福音，不是。这不是宣扬福音的方法。
其实要像犹太人一样，伫这个世界，基督徒你哪会当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活？你哪会当有迄个行做是甲这个世界的价值无共款的？你得吸引其他的人来加入这个信用群体。这不是我乱讲，这是从圣经看得到的。就是这一些外邦人，他们居然加入犹太教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为犹太教看不起他们，这些外邦人竟然嘛要加入犹太教。如果基督徒的生活也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呈现出不一样的情况，也会有人被吸引进来，亲近上帝，亲近上帝的话。当这些人已经接受圣灵，已经成为上帝国的百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上帝的话他们才听得懂。各位兄弟，你们要相信，我今天早上对你们讲的这些道理，我跑去龙泉市场讲是没有意义的。他们是听不懂的，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，那个思维不一样，那个价值不一样，因是听不的，信不信？我等一下跑去龙泉市场要讲，我也只能讲什么？信耶稣，好发大财，好，我等一下去讲也只能讲这个。可是在这里不是，伫家恁听有，咱讲的是圣经的话，这是上帝的话。哦，传讲福音，传讲这些上帝的话对象，各位兄弟，只能是上帝国的百姓才听得懂。你如果真的有在传统在传福音的人，你会有我的感受，你会知道你真的不晓得要讲什么。你为了要让那个信妈祖、信三太子的人听有你在讲啥，你根本讲的不会是福音，你根本讲的就是成功神学而已。你信耶稣，你病会好哦；你信耶稣，你家庭会幸福哦。好，你信耶稣，都哦。这个不是福音，各位兄弟，这不是福音。所以各位兄弟，咱真做基督徒，真做2.0，上帝国百姓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把我们的生活过出像上帝国的价值的生活。安尼哪样？啊，耶稣讲很清楚，就是要我们怎么样？三听，要我们彼此相爱。爱咱三夫妻、三听、三照顾，不是凶杀，是三听。不是为着政治立场无共款就要凶杀，不是为着支持总统的候选人无共款要凶杀，不是为着你对圣经的看法无共款要凶杀，不是，这拢不是。上帝要看的是咱安那三听。就照着咱的三听，要互这个世界看到这个福音是宝贵；照着咱的三听，要互这个世界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安怎，其他拢无重要。好，各位兄弟，我再回到经文强调一次，不是出于交换，不是出于交易，不是人在甲上帝讲。我有水的行做，所以你得要安怎？不是，是上帝其实给我们这个身份，上帝其实已经给我们这个应允，给我们这个身份。基督徒，你若照安尼行，就会得到一切上帝的承诺。啊，如果咱不爱，我们不照这样行，我们就是失去而已，没有什么。不是交易，不是交换，重点是咱守咱的约，我们守约，咱守咱的约，咱真做愿意活出迄个上帝国百姓的生活的人，就是安尼那样。这样有深奥吗？各位兄弟，安尼有很深奥吗？有没有很复杂？有没有很容易？
那就不容易了。简单却不容易。嘛，那你现行的帮瞻，这是我们才有的哦。嘛，那你现行的帮瞻，就照这个路来行，当心彼得。之前的碑